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英叶牧师。6月16日，以上帝的大能为信仰根基。我们今天要来读的经文，记载在哥林多前书2章1到16节，其中的第4到第5节这样说道：我讲的道，所传的福音，都不是用委婉动听的字言，而是依靠圣灵的大能来证实的，使你们的信仰不根据人的智慧，而是以上帝的大能为基础。我们按照昨天在第1章里面，仿佛有说到神的愚拙，当人自以为有智慧聪明，看十字架的道理好像很愚蠢，但第1章里面说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那么神的大能和智慧，我们怎能明白神的智慧呢？我们怎能明白保罗所说的呢？我们又该怎么样来看智慧呢？这就是这一章第2章我们要来清楚来明白的。首先，保罗的话是圣灵和大能的明证。保罗他在这一段经文一开始，其实他就说，我说的话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。其实保罗也可以用世上人的智慧和言语，但是他定义在哥林多人中间，不用高言大志，只叫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因为他知道世人的智慧是那些希腊文化中所推崇跟遵循的智慧，也是哥林多教会的人所遵循，而这个不是保罗要用的那一套。因为他说的是神国的奥秘，而神国的奥秘是需要上帝的智慧才能够明白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在这世上总也是常常追寻那个这世上的智慧呢？而我们好像追寻了追寻，总觉得好像追寻不完，但我们还是心中的空虚，或者是不能明白。尤其这次的疫情当中，我们好像遇到那困苦的人，不明白的事情，我们总没有话语可以说。今天主的圣灵，他要来告诉我们，他的话语要来启示我们。保罗他刻意用卑微的方式，好叫他们信，不因为他有智慧，是因为神的大能。因为基督的十字架是舍己，是死亡，是用生命换取更多生命的救赎。那么神智慧的本质是什么呢？就是继续第2段要开始来讲第6节到第10节的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，他们若知道，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来显明。继续最后讲到有圣灵的人才明白神的智慧。是的，参透万事是圣灵的工作。参透万事的意思是找到万事，因为圣灵充满万有，它可以进入到万有里面，去到神的深处，所以每一件事没有神不知道的。经文里面继续这样讲，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呢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亲爱弟兄姐妹，神要我们明白他的心意，只有明白
神的心意，且跨越时空，把神的智慧和神的事显明在人心。只有圣灵可以解释神的事，而我们知道这些事是要为什么呢？是神要邀请你我进入到他那拯救里面，在他爱里面可以明白苦难的奥秘。苦难是奥秘，我相信此时此刻的我们知道苦难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主亲自与我们同在，一起努力。或许我们还是现在不明白，但是神愿意帮助我们一步一步来明白，就像拼图一样，只要我们有从神来的信心。信心要从哪里来呢？我们的苦有谁可以知道呢？我们就是来祷告吧。透过祷告，神的安慰，神要启示我们能够明白一些他要让我们明白的事，使我们能够来跟随他，也使我们能够凭信心来跟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感谢天父，借今天的经文让我明白你在我生命中的计划，求你让我也具备信心，属天的智慧跟口才，成为能够去分享福音的人，使那在困苦中的人，我们被主你来安慰、扶持、引导，使我们在绝望当中有主你的盼望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我们今天活出明白神的奥秘和智慧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订阅，也给我们鼓励跟5星级的好评。我们明天见。